同款嘛是，互真侪人安尼笑眯眯，这是家己来版高丽菜，一粒敢若10块银。因为大盘来收的介绍伤过价，婚姻好买到种菜人伫人面册广告，新历11到13头尾3天下晡2点到6点，开放互民众家己来版高丽菜，一粒敢若10块银，请真侪人伫咧国庆连假来版菜兼运动。时间一个到，民众摕刀啊、烙啊，直接落田来版高丽菜。今天弄几颗2颗。一个人负责挽，一个人负责烙，轻轻松松倒挽要规塑胶袋啊。重点是这高丽菜拢真俗，一粒简单爱10块银尔。专工来放的哦。系啊，啊就会好。一般你若去菜市仔买安尼一粒草爱偌济啊？细粒应该蛮差不多爱100块吧。民众一个挽就是10几粒，通好摕转去送亲戚朋友。啊，若这高丽菜，因为顶盘收的这个价数实在伤低。一人20公斤装的，简单收100块尔。农民采收都无够成本，安尼才会选伫个国庆这3天连假，开放互民众家己来挽。对啊，加减趁一寡，再补一寡，啊嘛是无够啊，啊个猛停安尼。农民感觉真无奈，一分半的这个高丽菜田成本都要4万5，若是开放互民众来挽，嘛会当回收1万外块。因为登记高丽菜啊，对对。啊，但是即马数量拢有超重安尼。农民来到农会，想要申请种高丽菜，随去互人挡落来，因为造成菜价落价的原因，除了种伤济，还佫有天气。这来看天气，才可能的价格上会继续失败。即马节气来到寒露，气温煞降袂落来，规台湾的高丽菜规个做伙出来，超出市场的这个需要。安尼才会致使价小崩盘。农会除了掌控这个菜叶类的栽种面积，望讲天气会当较落冷一下，安尼才袂互农民的辛苦拢开伫豆油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